82歲嘅鄧錦榮，除咗有心臟病，仲有血壓低，屬於長期病患者。由於部分嘅藥物要向私家醫生購買，現時每年250蚊嘅醫療券根本唔夠使。係唔夠咯，唔夠咯。我睇一次私家醫生要1500蚊、1600蚊睇一次，咁你醫療券只不過幾百蚊啫，點補得落去啊？咁其他啲錢你喺邊度補貼出嚟啊？係以前自己慳埋翻嚟嘅咯。類似鄧婆婆嘅個案仲有好多。明愛安老服務中心上個月成功訪問2800幾名60以上嘅長者，就衣食住行4大議題投票，選出佢哋最關心嘅項目。結果最多長者關心係醫療嘅問題，過半數嘅人希望政府可以將醫療券每年嘅津貼增加到1000蚊，同搬家到公立醫院接受醫療。又希望政府增加安老院舍嘅名額，減低輪候嘅時間，同希望設立全民養老金。有學者指現時香港嘅安老政策出現咁多嘅問題，係因為欠缺長遠嘅規劃。即係香港政府咧一路嚟講咧，將照顧長者嘅責任啊，同埋啲福利咧，都係擺喺家庭嘅責任裏邊。咁佢成日覺得即係家庭先係最緊要去提供一啲嘅資源啊，同埋照顧長者嘅呢方面嘅責任。咁所以政府咧當家庭咧係做唔到嗰陣時咧，佢先至介入。金炳光博士都指出啦，政府官員同埋議員好多時候都忽略咗長者嘅需要，好似牙科保健咁樣，佢哋以為兒童係需要，但係忽略咗長者對於鑲牙補牙呢啲嘅服務嘅需要。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袁俊浩報導。